我算蟋蟀，是因为我算数还不是很好。老师给他的家庭作业必须要读一遍，就是因为语文部分哈，这自我认识，但是你完全这种注音，他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啊。弟弟开怎么拼？科哀开，弟弟开巴士。可以的啦，可以啊，用手咬可以啊。我现在做这个的，这是应该说是第3道工序，它发酵好了，我们要把它的空气排出来，就是做这个发糕，他都会跟我商量说，我们要不要试试看，我们一起去学，然后学了2个月。其实做发糕是真的没有办法，因为又遇到疫情，不然像我太溜过来又稀唔得啊，算了，就是接这个黑糖糕。之前东也有學啊，冇人學生啊，做法班員冇，唔係得3人做得。客講員吼，做班員冇，做法班、做甜班，冇一本人看，我整唔起來。试了以后，觉得我们2个也可以，那我们就把这个接下来。他一决定好，我们就开始各种的去筹备。做到一下係咩？作為4年人誒。我在做这个之前，那我们那边有一种米糕，跟这个黑糖糕有点类似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婆婆买过一个给我吃，她说这东西怎么那么好吃？后来才知道这个叫黑糖糕。但是我本身我不喜欢吃这种甜的，这种类似这种甜点的东西，但是偶尔吃还是挺好吃的。我是内小红，我来自中国四川。现在和我老公在苗栗三义这边开了个客家米食做黑糖糕，然后在市场开了一个米店。差不多4點啊，都來泡米，泡的電鍋中都會摸米，摸完米都大概6點半、7點我們就送貨了。我現在倒的就是黑糖，沒有什麼添加劑的啦，全部黑糖，一定要揉米啊，磨法做起來要硬硬啊。萝卜一般给我睇做有冇？他们也全部改用红莱米粉加面粉。当时用到磨米的啦，因为磨米精米的时间要点高钟，又要磨又要脱水，所以当时要用的。平常时拢爱去干磨啊，拜1到拜4拢爱磨，因为本来要带生意的呀，生意要双扣，所以你说累也还好啦。其实我们的时间都可以错开，自己安排，又可以照顾小孩子。妹妹，我们出发喽！今天我们要在学校乖乖听老师的话哈。然后你还记得你的那个灯冠雀楼吗？灯冠雀楼，我知道。来日一生气，不可能，一头天已落，落下一层楼。棒棒哈！对，
平常都是我自己送。以前我只会骑自行车，就是你们讲的脚踏车。最近刚给我买了台车子，因为我技术不是很好，就想说，我本来有一点想要个小迷你的2个人坐，因为这样子的话方便我跟我小朋友。后来我老公说那个太小了，我不是很会开，很重，就给我买这一台。大一点以后我做生意也方便。以前他是送完货7点半到8点这个时间段，他要去家里等我们，这样子他就会很麻烦，卡到他的时间送货。他说买了一台车给我妈，这样子就方便他，方便他也方便我。到学校。到学校了，你记得要叫老师啊。要记得吃饭哈。啊，拜拜。老师让他多吃青菜哈。3斗的也有啊，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称。那2斗的640哦。好，我叫先生给你送，稍等一下哈。好的，好，拜拜。三义那个很多老年人，然后他们就是有些要搬上搬下的，他们不好搬啊，就是我们就为了方便老人家，哪怕他叫100块，我们也会帮他送。那个有一个邱先生，他在侨城国小那边，你打电话给他，他现在在家等你哈。好，拜拜。这2天生意不怎么好，因为前2天下雨会有影响。今天算好一点了，今天比较凉啊，好，大家都出来了，因为礼拜1要休市了。你好，需要什么吗？你需要什么米？有白米、鱼香，有这个鱼香米，有这个一般的白米，还有这个长米，这都是吃饭的米。这个吗？要几斤？5斤啊。好。开这个米店的话，是我先生说，很早以前他就想要开，因为之前这边有一个老米店，他开了几10年了，老人家去世了，然后很多现在3义的乡亲他们吃米不方便，就跑到超市去。我想说，因为我早上我还有一部分时间没有事做，我就干脆到这边租一格。他们买完菜，看到有米啊，家里缺什么，有的或者没有的，他们会过来问，或者自己买回去吃。谢谢。我这边营业时间的话，是从早上8点半到11点半，但是我们虽然早上这边结束营业了，因为中午我们有休息时间，下午3点我都会去工厂，因为我现在工厂有招牌做出来了，他们找不到这边，看到我这里有电话，看到时间，而我不在这里，几乎都会跑到那边去，都会去那边找我们。可以，好，没问题。我这边的营业额啊，好的时候有2-3千块，好一天。如果是像我前天我就1毛钱没挣，平均算下来的话也有一个1000块了。好的时候，如果是加上我先生在外送的米的话，一天有个5-6千，钱不用太多，够用就好。因为每个人理解的幸福不一样，我觉得就是平淡就是幸福。如果你挣再多的钱，你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或者是你身体不好，或者有各种意外，那你觉得你想要的是什么？对不对？我也有花很多时间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啊，有快乐的，怎么讲呢？我的快乐源自于我的家人给我的，但是我的幸福也是他们给我，我也给他们呐。
宣告。今天收摊收的比较早，然后顺便来送黑糖糕，因为这家店有卖我们的黑糖糕，所以送完货了，刚好走到这边，中午了，就将就在这边吃一吃就好了。要吃什么？帮我点。你上次点的是什么？之前我是板条，我吃板条，不要面，不要那么多鸡肉。我们应该算怎么认识哈？是我的同学嫁给了他的同学，然后我是最后一个还单身的，我就跟他们讲说，不然你们有没有介绍的啊？我说我最近我家里也在催，我说能嫁远一点，嫁远一点，免得一天到晚的催。后来我那同学就说她有一个她老公的朋友同学也是同学，然后就说回去的时候帮我联系，我说好啊，我说不要太富有。只要对我好就好。然后后来他朋友给他们大家看嘛，说我的照片，说哎长得漂亮啊，你要不要？然后他说好了，我要了，好勉强的。后来跟我讲，就是这样子。后来我们就一直聊一直聊。其实我不是想要去结婚，我是想要去找看看有什么生意可以做，然后就去了，就跟我同学去了。所以那时候看到第一眼，因为你想结婚嘛，然后看到第一眼你就决定要嫁给他。我觉得他好丑，但是人好老实哦。但是他看我第一眼就是，长得好土哦。反正就是你嫌我，我也会嫌你。缘分的，真的的。我那时候想结婚哈，我是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，因为这个人特别老实，又比较尊重我，什么时候会跟我商量。既然现在这人在社会上这种情况的遇到这种性格的男人还很少了，所以我想说，既然是遇上了好男人的话，那就赶紧下手吧，不然的话再迟疑了就不是我的了，会是别人的。然后是从见过我家里面的人，从大人小孩对他的一致评价都说，哎，这个人可以。但是唯一担心的就是他有没有骗我，就是他在台湾有没有结婚，或者是在这边有没有欺骗我。但后来我同学跟我说，你要确定他有没有结婚，台湾的那个身份证，你看他配偶栏。然后后来我有一天我就装作不是故意的，那样随意的问他，我说我看一下你们台湾的身份证长什么样，我就一翻过来一看，哦，空的。后来我就确定以后，我再跟我家里人讲说，我说他确定没有结婚了，我说我有看过他身份证的。但是后来我是觉得他这个人是越来越会往我心里走，可能我想要找的家就在他的身上，所以我就觉得，不然我自己去赌一把，虽然那么远，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。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我就比较合的，就是他什么事情他很尊重我，大事小事他都会跟我商量。哪怕今天说好，老婆我要去加油，我没什么钱了，或者是老婆朋友叫我去喝酒，可不可以？他都会跟我讲，或者是今天要做就是做这个发糕，他都会跟我商量说，我们要不要试试看？因为现在经济不景气嘛。我说好啊，我们一起去学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学了2个月。做发糕是真的没有办法，因为又遇到疫情，不然想要太溜回来又힘다啊，算了，就是接这个黑糖糕。应该我目前做的发板有冇乜个添加物吧，所以薯转来全部都我变起吼，所以我量我做动做呢。做量度冇买太都会很料诶，对。像我们第一年，因为呢不熟悉，天气热，按理说是它刚刚发的好了，但是我们实际上第一年接手的时候，这发糕它蛮出来了，但是我们2个没有经验，就把它全部倒掉了。那一天我们的光是不要说人工，就是光那倒掉的那些材料就损失了1万块。冬天天冷，它不发，它没有发酵的时间，它会很慢，慢到你察觉不出来。但是它有在发酵，但是它温度不够，它发酵的时间就很慢。我们2个人傻傻的
就在工厂睡，在车上睡觉，等着它发。蒸出来的效果跟那个发酵好的效果就不是很好。那第一年我们真的是丢掉了很多，一边做一边丢，因为我们就会给隔壁的邻居吃，给认识的朋友吃。有一段时间给他们吃到，他们都怕了，看到发糕我不要了，我不想吃了。所以这个时间上，真的我们是看天气在吃饭。这个为什么要这样摆？好好奇，这个为什么要这样摆？安尼哦，都是熬开始釉加哈有冇？釉发斑加哈装模的时候，可以整叠拿过去，因为我们2个人，如果是3个人的话，就可以边粘边做。哎，以前是3个人做，我叔叔他们都3个人才作业，还有一个还没长大，所以就想2个人的方式。可以的啦，要发到这个泡泡，这种比较细密的泡泡，要发到很大，它在那咕噜咕噜，但是像那个水滚出来的那种泡泡一样。可以啊，用手咬可以啊。我现在做这个的，就是应该说是第3道工序，它发酵好了，我们要把它的空气排出来。因为发酵的时候，双胞迄气泡，你嘛。气泡摕挤下去，冇摕落山来嘛，都是个气泡都双倍全部我懂这，我整起来我唔陌生。刚开始做法班的因为个时候，啥创冇做诶，拄我做法班的早熟嘛，冇人食啊，冇人食，个叫冇话讲爱做嘛。讲来讲好啊，无你吃看呢。迄个伊看那些，可能不用研究后，当场可以啊，上冇一下问题呢。当日拢有事业，嗰个去加西，嗰度去学差不多1张1吧，都结天讲赚到下周。当初他提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没有犹豫过，不管你做什么事业，我都会支持你。我们不管什么，我们都去尝试。他之前的工作就是太辛苦了，相比于现在做发糕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做这个比较合适一点。之前东也有学啊，无人学生啊，做法办有冇？唔要得上人做的，因为那种传统的东西，然后我们是天然的，光蒸就很麻烦。客家人吼做饭的冇，做法办做甜办冇一本人看，我蒸唔起来。我女儿2岁的时候，就每天我们做出来的第一锅，她都会跟我或者跟她爸爸讲，我要吃发糕，我要吃发拌。以前我们刚做第1年的时候，很多人就说跟我老公讲，啊，你们好像很多东西都有放防腐剂啊，你们也放一点嘛。放一点的话，这样子时间可以放很久。我就跟我老公讲说，我妹妹也要吃，你放那些东西，她吃了不健康。自己辛苦一点，按照原来的做，健康才是好的。酒香不怕巷子深啦。做事的行业啦，真的要明仔去甲良心做啊！你请公司，唔怎可以买本小飞炸？你这个唔公司，唔买本小飞炸，说的让别人我说乖乖呀，也没那个坚持的东西，对吧？试了以后，觉得我们2个也可以，那我们就把这个接下来。他一决定好，我们就开始各种的去筹备。做到一下有咩作为4年人诶。
所以小红妹妹下课也是都接来工厂这边。对对对。叫爸爸放给你放去哪里了？好，我放在这里了，还可以放去哪里？哦，这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来，谢谢。我马上要晒蟋蟀了。我晒蟋蟀，因为妈妈叫我晒蟋蟀，是因为我算术还不是很好。等会儿他写完，他读完，妹妹读完这个数学，读完以后，然后你辅导他这个注音，老师给他的家庭作业必须要读一遍。这个注音我不认识，读完以后签字。哦，这2页。他们大陆是罗马拼音啊，跟我们台湾不一样。像我弟弟的，现在不会，国中才要学波波摩佛，因为那边没教啊。就是因为语文部分哈，这字我认识，但是你完全这种注音，他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啊。我小时候我们的那个幼儿教育哈，没有像现在的小孩子那么多元化。我们那个年代的那个幼儿教育，就是小朋友到幼稚园去，那就是真的是玩，老师带着你玩。到了放学的时候，然后一人给一颗糖，好装在小包包里面，就牵着就放学了。现在近代的幼儿教育，他会教你多元化的东西，会一些生活上的小技能，像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叠被子啊、穿衣服之类，他会教小朋友，像他回来他都会说，我帮你扫地，我帮你做什么，妈妈我要怎么做，我要做什么。弟弟开巴士，也要教这个，也要念这些。你拼音那个注音也要读。弟弟开巴士，弟弟开怎么拼？科哀开四声是。是弟弟开巴士。那你现在卖发糕了，你知道发糕在这里要烧干嘛？我记得我先生有跟我讲过，说这个东西，这个发糕，它是那个有一种小碗的，类似那种开花的那种，他们是那个是拿来拜的，但是这个应该不是拿来拜吧？都可以。都可以啊。其实做发糕的时候，我是觉得不会辛苦啦，因为我身边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人，他会时不时的搞一些冷笑话出来逗你笑，你就会觉得一边做一边逗你玩，其实生活就不会那么枯燥了。对对对，绑定在上面，来帮我拖，你在外面拖就好了。谁教你的？为什么会？之前因为有学过四个角拿出来放着，你要放在这边呢，放在你的这边呢，盘子递到那里去就好了，这个样子对。还好你有帮忙，要不然你有没有觉得爸爸跟妈妈做这个发糕很辛苦？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爸爸妈妈要我帮他们做哎呀，礼拜天没有买到菜，礼拜一这边市场休市，就随便煎个鱼，我先生去订几个菜，随便吃一吃，吃完了我们就回家休息一下，他看个电视，吃个水果，然后就给小朋友洗个澡就睡觉，就今天一天的就可以做完了。
是哦。那你中午吃什么菜？你在学校吃什么菜？有吃青菜吗？还是不要鱼了你？今天不要鱼啊？你确定？确定。那我先放旁边。没办法走来走去啊，都要周 C， 然后周蛋嘎多还可以煮一些汤之类的，然后就简单吃一吃。因为妹妹下课会肚子饿，每次我们做完大概就这个时间了，回去你再煮再准备就7点多8点了，哎，所以都要在这边吃。妈妈、爸爸煮的菜都好吃。马屁精，其实也是都简单，都会幸福，係因為我哋同單純啊做法辦，冇去那一片你冇，就當然都幾乎都上億。生活圈也在3億。各位做些時間固聽，早晨要送小朋友，哦，下晝轉來接小朋友，都那邊做完發辦，回到家大概就7點了，差不多都神洗洗的，撩一下就休息了。所以简單的幸福就是這樣子了，我覺得啦。牛奶呢？乳呢？乳呢？刷牙怎麼講？冲哪次？哎，穿衣服呢？挖傻夫。哦，还有什么？吃饭呢？怎麼講？吃飯怎麼講？吃东西。吃東西。好了啦。我第一次我到这边来的时候，我跟我老公讲说，我这一生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到台湾，然后我看到了海。我当时我老公说：“你没见过海，你这么长大你没见过海？”我说没有啊，而且到了那个澎湖那的时候，给我晒伤了。当时我在拍那个照片，我说把那个我晒伤的那个照片拍给我大陆的妈妈看。后来只要我先生有空，就会带我去各种地方走，然后他带我到处去走，是想说去一个是看一看台湾的风土人情，然后让我去慢慢去适应这些环境、朋友，去看一看不同的地方这种文化，慢慢去了解一下这台湾的这些东西。因为毕竟以前我们了解的台湾是书本还有网络上的了解，要你自己去感受，你才知道说这个台湾这个地方好与不好，你才能知道，你才能去融入它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台湾一品。台湾一品，因为以前我先生是那个做木雕的，在我来台湾的时候，他一直都是做木雕的。后来木雕逐渐落寞了，然后他这个台湾一品这边是他一个老朋友的那个博物馆。我们今天顺便过去看一下这个，还有顺便看看老朋友。不过里面好凉哦。当然咯。嘿。大哥，大哥早，大哥早，係你好，爸爸你好，你叫冇看到，係啊，係啊，叫冇啦，係啊，當叫冇看到，看下爸爸，係啊。阿爸身體還好嗎？還很健康。84歲了呢，好，84耶84歲。係啊，因為同學夾嗰個，哎，啊，同學同學已經是從幼稚園都也哈，42年嘞，係啊。那以前呢從事雕刻加工的。所以这些商业雕刻啊，几乎都会一点点，不是说很厉害的，哎呀。有時而家當喺啲學校嘅時候，卡少對人哋非常係有興趣。對啊，當小人會。其實我做木雕主要會做做的啦，加工方面啦，係啊。人物我就比較少做了，像那種天然的，也係新歐氣的，哎呀，天然的木雕。也係一種東西當細的啦，幾乎冇的啦，係啊。
一啲田园都同奖，对啊，田园以前安尼较无聊的哦。也还有人学呀。对啊，还讲以前有冇做安尼较自私的啊？大家泡茶好像全部是家己较多。最清早期台湾的木雕就以外销为主哦，日本、美国都差不多美国50年、60年。外销会打那较少之后，美国70年左右，我们台湾的经济有比较好的时候，大家对于那种艺术品啊或雕刻的一个注重，或家里的要摆东西，所以慢慢的给用时的木雕，英国的700以内销的给方式，其他的全台湾主地产业木雕的庆元阳的，一切好多当年从10多年前，或甚至20年前。有一部分较唔好嘅原因，就可能迄条当做雕刻，全部从大陆、越南较便宜的个工资入来台湾，给迄一种影响。不过台湾师傅本身的雕刻，可能安尼讲较优，度过了个较唔好的一个时期。越南做过啦，做过也真难。庆早期3年的雕刻，庆流行啊，它个主题就像弥勒佛，弥勒佛就代表财神，木卡啦、台点的啦，全部都摆一尊。当然台湾那个信徒是以佛教为主，所以像观音啦、佛祖啦、妈祖啦，每个时期流行的东西有样，一直都做个变化哦。当然都要近10年，就讲差不多疫情前后消费习惯的改变没有影响。东西大家就想讲会做较无穷样的，就像较唔那讲主流，所以用一个主流的创作，加个东西就较唔会自私化，大件东西就无穷样，所以也系慢慢的一种流行，就讲随着时机跟市场给需求某用样会一直做变化。我就记得这边有一个很高的那个什么玉还是什么东西，是，还有一个卖掉了哈。乔，你听说你那时候有加工哦？帮他做那个初加工。我第一次看到木头的时候，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木头那么糟糕，还要怎么弄？明明就是一块破木头，我就跟他抱怨嘛，我说这破木头有什么好弄的嘛？弄出来还有人要吗？那你更没有艺术细胞的。越破越天然。其实艺术这东西就是创意的，看卖人他讲去想办法。你几句呢？冰冰的，要可以变土的啊，系冇？对啊。为什么就放弃了这个？你天黑鸟鸟，也有成家立业的。有屋卡经营要白，有生意要学，有本人要学，所以慢慢的知道讲安尼东西，你无当伊有顺利啦，讲啊是这条路安尼。过夜因为观光客来都少有冇，一般人来就看你买咩少的了，所以需求量没有那么大，对的。不过日本很多去胖胖，我喊那台湾啊好。除非露书的啊，除非当露的书的。妈，你看我给你买个什么东西？还有爸爸的鞋子。哎呀，你放在弟弟的桌上。爸爸，鞋子我给你带过来了。乔静涵，哦哟，这个臭美的，今天搞得那么漂亮，那头上弄得亮晶晶的。妈妈嘞？不会啦。这个是我妹夫大妹的老公，这是他们的儿子，这个是我亲爱的妈妈，这个是我漂亮的女儿。还有你叔叔，我是接触跟我先生认识以后，我这边的这个家庭，特别是我婆婆给我的感情，我就觉得真的那种感情真的是妈妈对女儿。我原生家庭应该说是要从我奶奶讲起，我奶奶，
他是重男轻女的人。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就是有时候小时候我跟我弟玩，把我弟弟弄伤了，然后我奶奶不分对错就给了我一顿胖揍。第一个是身体上的疼痛，还有一种就是心里面的那种怨恨，长大慢慢就会觉得这个家庭真的好让人失望心痛。所以我直到我15岁，我逃家了，然后一直在社会上就飘了20几岁，反正就是心里面念想就是想找一个家。一点点就好，不要太多哦。那时候我爸妈不在，然后从学校逃出来以后，就一个人在社会上到处飘，就是今天打一份零工几十块钱，明天打一份零工10几块钱，就这样子一直过了好多年。总是感觉就是我自己没有家，我找不到家。然后一直在社会上就飘了20几岁，反正就是心里面念想就是想找一个家。我有去講，OK，係馬姨，家姨，家媽媽其實冇做家身邊，同家姨講。我做小紅啊，我當到嚟即間妹，我唔知成，一怪怪聽下咧，我會當到嚟即間妹樣嘅，我如果嚟同家姨講，因為以前他話做嘛事情也就一曉得啦。我那时候刚过来工作的时候，我先生有时候没办法接我下班，因为我不会骑摩托车，我妈妈就是会骑摩托车，因为我加班嘛，会骑摩托车直接走到工厂里面去，接我下班。然后不然就是他没接我下班，就是我回到家，他会单独给我留菜，他会跟我讲，我有给你留菜哦，我也给你留什么，都在电锅里面哦。我当时的那1分钟，我就会觉得，连我亲生的妈妈我都没有做到这个，就是说他只会说哦，菜在那边给你留了，就是很随意的话，但是这个妈妈不会。他会给你，就是你很缺乏的那种，就是我想要的那一个家的感情。以前我缺乏的感情就是我没有了，现在我这个家已经把我填满了。如果是说我这个妈妈跟其他的那些婆媳比起来的话，我真的幸福太多了，因为真的是把我当女儿在疼。因為我以前我婆婆也對我不好，心講嘅就想講，我套心情。我真當我當到我出間冇嘢用嘅，因為唔可以講我哦，養我感覺對我唔好，我都對我心情唔好，我冇人嚟笑。是，波波拉拉的你。这样子，哦，是吧？網絡訂的。当然喽，不管以後這2個老人他們身體不能動了或者怎麼樣，反正我能盡到我能做到的全部就好。虽然说他们没有养我小，但是我肯定会养他们老。没关系呀。可以哈。那，因为这个各2个。我说这个是什么？你停下，我看你的刹车是不是要上来一点？喂，这样子。因为有一些生活的东西哈，就是你一个人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，你总不可能说让环境适应你。本身我的性格就不是那种很自卑，我不会。如果是说我身边都是一群很开朗的朋友，本身我的性格就是大大咧咧的，我就会跟着他们，就每天都会很开心。我不会有压力啊。落去要掃 QR code， 用 QR code 點。然後 QR code 點出來。因為我在台灣很少朋友，我在台灣的朋友就是我先生的朋友。我是覺得我先生的朋友，對他們都比較跟我性格比較合。
然后有我们的房东，还有房东太太。对呀，吃的，我爸都说那些看到他怕。对呀，你们那个什么？当然了，真的有缘才会有办法这样子啊！刚好住人家的，刚好他没有来，我就直接给他。有缘，真的是有缘。哎呦，他们就努力，是啊。我们从做发糕的时候到这边来，我这个邱大哥、邱大嫂真的是帮我们好，帮我们很多。没有，他们很认真的。他不会吃，他不会吃。鱼吃完了。一开始啦感觉无凊有心情，伊做韩国来的，去做拜做比方说，唔对吧？啊唔呀，太假了诶，有准备了诶，懂嘛？我比发酵给的。基本生涯原的观念，头摆较溜飘嘛，啊现在就是有老婆有小孩以后，其实看认真，啊做牙行头路边做了一个责任制啊，然后。像后面推着他，某做我们的呀，所以他一大周4、5点就起床，各个地点要去分，要去发货，不简单啦，不容易。那你赌对了吗？赌对啦，我没赌对的话会认识你们吗？做饭的这个无很简单啦，因为我之前我妈妈，坚持咯，我母卡以前没有做过安尼的。哦，我就主要做菜包啦，也就鱼无发办，我就是较无做。但是啊，整件做大方做做的吼，甲加上哦，小红也按停，如果我做呀，哦，小红咪无听伊爸讲，哦，做出来做，哦，你用功夫强心来做哦，做到也下一路行来哦，阮而家就慢慢的，一开始当然无问题，到也下来慢慢的收入也问题，吼啊，点么来店的也打了油都给。青色还让人家呕露了。身份改变太了，以前每天喝酒，现在你要找我喝酒很难。没有时间，全年无休。要看时间了，真的要看时间。大家要好好把握今天晚上。对，难得。这个大风也都来，我如果按，再有来十几啊，来抽灯来了诶。有，这边很多，来放一点过去。我的生活因为有我先生，然后把我前半生我不充实的一些东西，没有安全感的一些东西，反而经过他以后，我会一点一点的，我会觉得我很满足，我充实了。说老实话，台湾真的改变了我很多。你早晨来我去较无闲啊，提拆拆的，要本上拢也洗啊，本来就我的工作啊，哎呀。老板娘今天是下了52片，哎，对，搓币加搓币推还没有下都杜好，哦。51下。对。哦。漂亮，所以他们这样子摆地地位。哦，好多年哦，也差不多有24年呢。那我们要求要放的啦，因为有客人在问，对，然后他们也是做的好吃，最主要是每天做，然后新鲜好吃，我们自己本身也喜欢吃。还有那个标的是面呢，它面它多啦，只要他们有吃过就知道这个好吃，而且又是没有防腐剂啊。改咩咩咩嘅，记得的吗？记得，真的记得。这面包店也有是吧？有啊。移民来的干呢，将腾去摆，礼拜6腾，礼拜日摆，啊，因日摆15day，如果买特的话，无拉的话，我打电话问头家，现头家将入货安尼。因为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因为新开发的一种两人份的小发糕。之前的是传统的比较大，现在是做小一点，比较可爱。然后我希望是从外面放到3·1来，3·1我还是想要放传统的。3·1习惯了这种传统的。
我现在在做的这种是一种新产品，看炸黑糖糕炸出来能不能变成另外一种形式，因为台湾还没有出现过这种的。我们想说这种方式可能大家会比较能接受，接受度比较容易一点。因为现在时代在进步，我们想要改变我们的这种传统的话，就要走开发新的路线，各种小的或者各种口味的，后面还会陆续开发。但因为现在经济不景气，收入也没有以前那么多，现在压力也比较大，开发一点也锻炼我们自己的能力，试试看有没有可不可以走出另外一条不一样的客家米食来。我现在特别满意我现在的生活。如果是说我跟这些外嫁过来的姐妹比的话，我算是特别幸福的。所以我就觉得台湾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很踏实。我先生给我这后半生加了很多色彩，让我充实的去开心的、幸福的过完我们携手的这后半生。还会被狼抓走，是不是？撒谎的孩子会被狼抓走吗？我是雷小红，我的家人在哪里？我的家就在哪里。感谢我的家人，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。哎呀！哟，这谁给你梳的头发？你是去理发店弄的？嗯。哎呀，好臭美啊，真的是。弟弟开巴士。我说你怎么没念啦？我现在不是在念吗？我说你没念这个啦。的一地。对。最后一遍。好，那就不用第一地的哈，就直接念弟弟开巴士，按喇叭888。不行，还要再念这个。你女儿会这样子吗？